日本教育基金会最近接到2件疑校和学校外聘的教练性暴力的申诉案哦，其中有一个教练已经被判刑。照理来讲，是这世人袂当阁担任教育人员哦。也不过，说法发现讲，各地华人的民间俱乐部做总教练，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目前教练无适任的制度，阁有真侪空隙，执行哦冇问题，应该就要检讨。 他们发现其实有其他家长反映过黄教练不当行为，包含体罚、羞辱性的言语，甚至有孩子说黄教练当着孩子的面亵渎，让孩子很不舒服。家长真侪解反映学校倒球社团的教练讲话行为受超过，学校煞当作无看。人文指出，性的教练连续刷地新着真侪间学校甲民间运动场灌出问题，不互人续聘。 一直到最后一间学校发生性侵诈，终身袂使任用。新北县政府一直毋讲是毋是普查，国教署讲新北县回应有6间学校进行229个学生囡仔普查。所有的辅导系统都必须要接住这些受害的学生以及目睹的一个学生。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要求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这边督导学校要去落实所有的辅导工作。 日本国点名羽球教练李建伟，107年伫花莲学校任职，妨害性自主判决确定解聘，终身袂使担任教育人员，却伫民间俱乐部长期担任总教练。113年甲114年，花莲县长杯教练，今年5月，佮以俱乐部的名义带团去日本比赛。对这代志，花莲县教育处表示也需要了解。花莲县政府怎么一回事？这个通报没有用吗？没有执照，他可以当教练。 还可以接触儿少、接触学生，带他们去比赛。在还没有修法可以去做这个不适任名单的一个公告之前呢，那现阶段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民众可以从我们的教练证照查询系统去选择这个合格教练。日本甲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张雅玲讲，中央有法规，也讲有定期追踪，按过案例持续，代表地方执行失职，无适任运动教练袂使干那为消极协会的名单除名，是爱互家长查询的时阵知影全名，而且知影无适任的原因。体育署表示，未来研究修订国体法，为法律为改明文规定，会当公布名单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